打破呢個51分嘅缺口啊！都好關鍵㗎，吳家樂頭先出嚟射咗個3分追平。吹咗個和球，都係呢個戰術，走同邊，中鋒走 high low post， 蔡浩東鬧到啊！呢個波，哎呀鬧入嚟就冇隊友接應，嗰邊翻補過嘅攻勢。哇！咁啊呢邊咧龍音啊喺後邊啊，就咁樣擲走咗個波。我略嫌啊秦心明咧搶進攻籃板個意識就比較弱少少。其實佢咁跳得又高，係咪應該衝擊下我進攻籃板呢？蔡浩東借咗個擋之後咧，分分近雲毅中距離試射唔得，哇打到個頭呢個波，好過球員打翻反擊。許偉希等一等先。許偉希都少咗好多出手啦，已經係啱啦，下半場個防守重點都擺翻落佢度啦。所以哇，睇翻呢波先嚇，好波啊！徐心明要打多呢啲啊。其實因為呢個防守重點擺咗喺許偉希度咧，令到第3節嘅大爆發阿吳家樂出現嘅其實。迪下呢邊咧有迪到啊！咁啊，又係阿龍音啊！呢個時候兩隊嘅中鋒啊，咁其實喺頭先法定時間前嗰2分鐘可以做呢啲啊，即係阿秦心明，如果有頭先好似寶國嗰邊嘅話，都有機會喎嚇。而家嚟到加時，佢哋打嚟啦，低位主動遞手攞波，不過咧即係分翻出去 ，wide open 嘅3分。暫時領先緊2分，喂呢個波就步。呢個波鬧唔到，甩咗手。咁啊，體能呢邊啊，咁啊，相對啊，我哋呢度就睇寶國就有即係2位球員都先後抽筋，幾位都拉拉地啦嚇，其實都咁啊，英華就好似還可以嘅，當然其實佢哋都到接近到頂㗎啦，都嚇，但係還好啊。咁啊，現場又〜佢延遲咗咪咯，而家波就開咗㗎啦。哎呀！呢個戰術，咁啊，黃日軒咪多啲落場嘅時間啦。咁啊，由於蘇運澤都一路佢都之前都抽抽地咯。蔡浩東呢個3分波又係唔入，梁浩朗攞到個籃板。呢個波出得太後喎。其實時間咧仲有2分鐘嘅啫，而家走步啊呢個波。真係第4次復活喎，吳家樂都話佢就係早段出一出去，盡量儲一儲氣，做一續入嚟。咁啊，最後2分鐘嘅時間啊！咁啊呢邊啊吳俊謙攞呢塊啦，咁啊攞板啊呢一球。哇，4分嘅差距啊！冇計啊！而家寶國落後4分，第4次復活唔得，哇！係咪干擾到呢個波？
咁啊，寶國喺加時裏面入嘅一球就係秦心明喺個籃底嘅一球啊！係啊，我讚佢嗰下應該打多啲呢啲。其實應該可以繼續打落去嗰位啊，只可以用一次嘅啫。射中仲有3秒，踩到埋嚟，中到前框嘅。嗱，大鐘仲有1分04秒啫，而家。出咗個和球58.8秒，仲有。其實去到 OT 見到英華班球員個體力其實冇乜點下過，係咪啊？係咯，我都覺得係。嗰邊吳家樂啦，都再次咧就係出翻去啊！仲有46秒，呢個波好關鍵啊！入到定守到咧？要快啲 set up 咯喎，4分。哇！滴下，仲有機會喎。要犯規咧？呢球要犯規喎！哎，停咗個大鐘，因為吹咗暫停。要犯規啦！25.8秒同24秒嘅分差，除非英華書院選擇前場開波。因為如果選擇前場開波嘅話咧，個進攻時間就會調整到14秒。咁你守一球咧，應該仲如果攞到防守籃板，攞到防守籃板，仲有大概11秒可以去攻。否則的話，如果英華喺後場開嘅話咧，最多做到前場嘅緊逼8秒。如果人哋過到場，你都要選擇犯規嘅。相差2分啫，季軍戰，暫時英華咧就領先緊啊！今次就輪到喺個嚟講，寶國啊快啲傾完喎，今次比較快就搞掂啦喎，可以都聽完指示出嚟咯。英華嗰方面咧就今次討論得耐啲啦，輪到佢哋。如果寶國要犯規嘅話咧，咁就要收埋秦心明先，因為秦心明已經4次嘅犯規嘅喎。後場開波，英華後場開波可以拖晒喎，拖到尾喎。唔偷喎。半場就過咗啦。係咪要停一停個鐘咧？究竟係咯？點解唔收咯？一路都唔收喎。咁就拖到完咗咯喎！佢直頭熄咗個細鐘添喎。係咯，而家就係得翻4秒、3秒、2秒，唔中都仲係。呢個波，英華波。蔡浩東都抽筋啦。我乍眼睇應該個波係撞到蔡浩東嘅心口出界。睇嗰個方向性嘅波，但係點解啱啱球細鐘會熄咗咧？其實啱啱唔係25.4啊嘛，25.3係同大細鐘係有差㗎。有2個神奇嘅事出現咗啦，喺啱啱短時間內啊！仲要係英華波喎而家。你而家出翻嚟啦個，細鐘有0.8秒。點解唔犯規咧？有啲咩誤解咗大家？唔犯規仲有1.8秒用。
科蒙嘅數學相當之好啊，好出色啊！你嘅數學，好少計錯數啊！我見你。呢個波係英華嘅底線波啊！係繼續個判決都係維持翻一開始嘅時候啊，都係話係英華嘅波嚟。呢個波好似係蔡浩東出界喎，真係冇啦，你好難啊！除非開唔到呢個波，一貼都唔夠時間啊！哦，跟住發啦，剩翻1秒鐘。第二球會唔會選擇炒咧？1秒鐘會啊，仲要靚炒先得喎，即係要中框喎。係，唔好打落塊板度先嘅。兩個罰球。第一球入，第二球就有得任揀啦，入又得，炒又得。入咗第一球先諗啦，龍音。入咗第一球有3分，第二球入咗4分就冇㗎啦，人哋。好，蔡浩東都又復活咯，蔡浩東。蔡浩東應該都中6啦，咁啊，等佢 enjoy 埋呢一個 moment。好穩啊，龍音嘅罰球啊！咁都好穩陣喎呢球。唔使諗啦，入咗去啦。係咯，唔使諗咁多。入咗去4分。係咯，咁啊，咁就完咗啦件事。點追啊？完咗啦件事就。入埋59對55，雖然睇佢個出手就有啲想炒嘅，好似係想炒嘅呢個出手，但係點解又加到0.2秒咧？冇啦，都反還佛術啦。4分冇得講計㗎咯喎，其實。莊承熙喺呢度，莊承熙喺呢度 ，OK。然之後一攞波，直接中間呢度出手。然之後 Hanson 開波 ，Hanson 開波。如果佢跑得甩嘅就俾，跑唔甩嘅梁浩朗呢邊上嚟，兩個同一時間啊，同一時間。然之後個波唔好，呢個唔要嘅，唔要嘅。個波直接俾阿森明，森明回傳，跑落文峰背脊。好，明白，幫你背擋，跑落1、2 ，1 2，走，明白。頂住！2、3，好。好啊，時間咧剩翻1.2秒嘅啫嚇，咁啊因為現場嗰個嘅分牌嗰度咧，其實就嗰個信號都有啲問題啊嚇，咁所以咧我哋大家都係只能夠望住嗰個嘅籃框啊，咁啊籃板上邊嘅啫，最後1秒2嘅時間，咁啊寶國1秒2再交多球波，個鐘未開喎，個鐘又未啟動啊。咪仍然係1秒2啊！咁啊可以俾寶國啦嚟多次啊！嚟多次都冇用喎。咁佢想執行嗰個佢個戰術啊嘛，咁佢都要繼續執行㗎，係咪先啊？啱，係咪先？我哋嘅學界例未有4分啊！有嘅，如果有個人出咗去摟佢嘅話，我哋個機率係都要講出嚟嘅個機會係。咁摟佢。當然你係乜都唔好做啦，係啦，再入埋個罰球。係啦，當然你要問點解你要走出去咧？呢個時候。哦，完咗場啦。OK， 咁啊呢個時候就最終呢場季軍戰啊，咁啊就英華咁啊喺加時嘅情況之下咧，就59比
5啦，咁啊擊敗咗咧就係寶覺中學，咁啊成為咗今屆精英賽嘅季軍啊！唔好打橫嚟講，總之而家就係而家你可以決定咗呢個波已經過咗時間過咗㗎啦。OK， 教練清楚未？我淨係清楚你未開標喎。但係我哋裁判兩個傾咗之後，同我哋溝通，我哋認為呢個波應該係交圈。咁啊都係都人之常情啊！咁啊亦都見到即係寶覺嘅教練啦，咁啊梁文雄都去即係去了解下啦，究竟嗰個嘅即係最後嗰個嘅處理啦係點樣啊？咁啊即係都去了解下。咁啊比賽就完結咗㗎啦。咁啊就英華即係都好險啊嚇！喺呢一場嘅季軍戰，咁啊只係咧係要打到加時啦嚇。咁啊本來如果加時一個唔覺意真係再打和嘅話咧。